要和你说一句话，从今之心了可心吧。爸爸，说两句，你听不听？哎，至于这事，我会当初。当初怎么样？今日又怎么样？啊！想当初，妹妹从江南出来到日终日相关空欢笑。我把那心上的娃儿给你讲，心爱的东西听啊你听，还怕那呀外婆是不知道，母亲是张张结结来着了，为啥烦恼我待遇？为啥开眼我先笑？我和你同坐起来，同上山，像一毛书生的情谊同伴。谁知道清清年年直到地中间的我
着娘儿连起灵，上了你永远的玉门根，一向我母亲两个院门，遍体生梨花径。那一日梦儿东湖里人，今朝有意自发彼此把事明。我说这不知道你来过呀？那天是个包姐姐来说我的来，就是丫头们关起来的好子，等我回去20岁，我定要教训教训。
心爱的东西平安一条，还怕那呀外婆是都知道，母亲是张昭贤，也是辜负的死我了。你记住了事，我来问你，那天我到永远去，你为什么不叫丫头去问你？是我从哪里生气的？哦，怪不得你不理我了。好，我才敢这样对你妹妹，叫我来开始思考了。嘿，那一天啊。常被问一声情，来帮你病着空担心，谁知道随着年儿连起灵，上了你怡红院的闭门扉，一向我母亲两个院门，偏僻在梨花径。那一日梦儿都不离人，今朝有意自家的子把事明。我说谁不知道你来过呀？那天是有包姐姐来说我一回，就是丫头们关起来的好子，等我回去20岁，我定要教训教训他们。是呀，教训教训才好。眼前来照了，你啥烦恼我担忧，你啥开眼我先笑。我里同着起来同上山，将一毛所生的情谊同报。谁知道清清年年直到地中间的我俩心里非常好，谁知道妹妹承担心也大，如今是你想着眼睛